天王周杰伦日前见老萧萧敬腾在精品店买围巾，霸气承诺要帮他买单，没想到老萧下一秒秀出3张合计超过27万的发票，对周董表示请收件，让网友大喊有这种大哥真好。消息曝光后，连天团主唱五月天阿信都抢着喊周杰伦一声哥，被网友笑亏你好意思吗？看到日前周董霸气要帮老萧买单，结果账单一来就是近30万。五月天阿信日前在老萧的 IG 上留言标注周杰伦，询问对方那我也可以吗哥？被网友笑亏趁机敲诈。由于阿信已43岁，周董才刚满40岁，不少网友也吐槽阿信你好意思叫人家哥吗？谁是哥？哥，您管谁叫哥呢？昨天24日，老萧在 IG 上晒出他和周董的私讯截图。原来老萧私下给周杰伦的昵称是歌中之歌。他还透露，周董刚从欧洲回来就立马约他打球，让他非常感动。但周董至今还没帮他买单，因此老萧也爆料周董难得没骂脏话，并透露杰伦私下苦练3字经、5言绝句还有7言绝句，两人的对话每次都非常爆笑。